你不是不够努力，你只是被未来的痛苦吓住了。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拖延其实不是懒，是你一直活在还没发生的未来里，用不存在的痛苦折磨现在的自己。金刚经不是叫你什么都不想，而是提醒你，真正能行动的只有此刻。当你不再抓住等一下会很痛苦，行动自然就发生了。今天不用想一辈子，只问一件事：此刻我能不能做一小步，放下未来，痛苦就松手了。痛苦来自执着未来，行动只存在于现在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勇敢迈出第一步吧。